二個就選舉投票日，頭先大家已經講咗啦，12月7號，咁啊大家已經喺晒個腦裏邊啦。就第一就係要喺選舉委員會嗰度要攞足夠嘅提名啦。咁如果你係譬如地區直選或者係功能組別咧，咁亦都係要攞嗰個界別嘅足夠提名。咁我而家中意，咁我想知，我大個真係可能想做官員，又或者想做立法會議員嘅話，我可以揀咩科？我而家讀緊5年級，因為我想做一個飛機師，但我想問下香港有冇一個即係佢特別嘅功能界別專課呢個範疇？